宜兰出现今年县内的头一个天狗热个案，是一个40外岁查甫人，伊平常时是伫宜兰甲台北两个所在往回来上班，卫生局就赶紧针对伊去过所在来消毒。另外，伫咧桃园阁出现哪像社区群聚案例，市府嘛已经启动应变中心，要来加强监测。环保局人员无用伫草岭古道路口的停车场附近，甲火车站消毒，因为根据卫生局调查发现，这寡景点有天狗热确诊患者的脚迹，这是宜兰今年全县头一个。同住的家人是目前没有相关的症状。至于他的住家周遭以及他曾经相关的足迹点，包括宜兰的一些相关景点的部分，我们也结合环保局进行环境的清消。根据卫生局调查，确诊个案是40外岁男性，平常时家己开车来往宜兰台北通勤。9月17发病出现发烧、流鼻水等症状。伊的脚底是每日暗时拢会到劳动运动公园运动。9月12、14分别到草岭古道、甲仁山苗圃爬山。对，所以说当然是很担心啦、希望说政府能够说再加强这一块，让这个登革热的疫情不要持续的往上升。当然会担心这样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会传染啊，会传染。对疫情出现，民众拢真烦恼，希望政府会当全力防止疫情扩散。除了宜兰桃园市的天狗热疫情也升高。消毒车伫路上大量喷消毒液，因为桃园市出现亲像社区群聚天狗热案例，多数集中伫桃园区文中里、龙安里。市政府指出，已经启动区级应变中心，对确诊者居住地甲工作地市khu域环境进行白网塘密度调查甲自身管程度等防治工作，也加强居民健康监测，防止疫情扩散。广西新闻采访报道。